婷婷大学毕业后成为上班族，依旧是这么漂亮又温柔。不用说，呆妹一定就在她附近，像个背后灵。只是婷婷就像童话里楚楚可怜的女主角，呆妹总是要先受坏人的逼迫、胁迫、强迫，然后带着梨花带泪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吃饱了吗？我也在找位置哎。吃饱了吗？剧情才会大逆转，让坏人得到一样的惩罚，让观众一片叫好。出了社会拼生计，呆妹为了自己方便而仗势欺人的个性，更是每天都在不同角落持续上演。那你们俩都吃好了没？呆妹，气死我了！比如为了自己方便，把你逼下床。哎呦，留点便便给我，呆妹。为了自己方便，把你逼出电梯。为了自己方便，把你逼出境外。大比小，逼到头来也是会逼到大板上的。呆妹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我先来的经理，所以现在是你搞错还是我搞错？不好意思，是我搞错。经理，您先请。我愿意慢慢地迎着风，朝着呆妹啊，你现在终于知道一直逼迫别人不得离开这个难受吧？唱着心里的话，那是幸福弥漫的样子，让我们手牵手，为爱启程。